想揀臨海屋苑，唔知你會唔會諗起南昌呢？坐擁維港煙花景以及昂船洲大橋一帶海景，南昌維港匯係近年優質嘅臨海大型屋苑。維港匯樓齡超新，2022年年尾先至入伙，分3期，總共14座，提供1437個單位，實用面積介乎256至3029方尺，涵蓋開放式至4房戶型，基本上滿足所有家庭需要。超豪華雙會所設計，超過58000方尺，室內外泳池、雙健身室、多用途標準運動場都有，提供多元化休閒運動設備。項目距離港鐵南昌站只有7分鐘步程，坐擁屯馬線同東涌線雙線優勢，2個站可以去九龍站搭高鐵北上，3個站可以過海直達香港站，真正位處城市核心。鄰近大型商場 B Walk、餐廳、流行服飾、大型超市，提供日常生活所需。大南街有唔少特色文青小店，飲杯咖啡、超下睇下書，享受悠閒時光。樓下就係長沙灣海濱花園，沿住海濱散步，去到海岸公園碼頭，欣賞香港世一海景。廣闊海景、優質社區，南昌維港匯。想了解更多，可以瀏覽利嘉閣網頁或者聯絡我哋嘅分行。